你真係確信自己所見嘅一切咩？提到中國書法家，大家第一時間會諗到邊個呢？相信好多人都會立刻聯想到王羲之。佢嘅蘭亭集序堪稱書法經典，其中出現咗20個之字，且每一個字嘅造型都各不相同。據說王羲之本人曾經覺得作品中仍有不足之處，想重新書寫一次，卻發現無論如何嘗試都無法超越最初嘅嗰份作品。由此可見，蘭亭集序連原作者自己都難以超越其完美。然而，大家可知道，現今無論喺邊度睇到嘅王羲之作品，其實都唔係出自佢本人之手，而係後人臨摹而成。王羲之嘅真迹如今已絕迹於世，咁呢其中嘅原因係咩呢？冇錯，筆者再強調一次，真迹已不復存在於世間。咁我哋所見嘅王羲之作品，全部都係透過佢人臨摹流傳落嚟嘅。聽到呢個消息，係咪俾你感到有啲震驚？畢竟我哋至少聽過王羲之嘅名，亦都喺各種渠道見過佢嘅作品，卻冇諗到嗰啲作品竟非出自佢本人之手。筆者當初得知此事嘅時候，確實感到如晴天霹靂咁震撼。咁我哋如今所見嘅王羲之作品，究竟仲有咩意義呢？原來王羲之生前確實留低咗唔少作品，由於佢嘅藝術造詣極高，好多名門望族同達官貴人都渴望收藏佢嘅書法作品。然而，正因為佢嘅聲望極盛，反而對作品嘅保存造成咗不利影響。首先，王羲之所處嘅時代主要使用紙張書寫，而當時嘅紙張質量遠不及現代。隨住時間流逝，加上各種氣候因素，好多真迹逐漸被歲月侵蝕毀壞。更重要嘅係，王羲之嘅作品吸引咗大量收藏家，佢哋習慣將珍貴嘅作品集中收藏並重點保護。然而，將呢啲珍品集中存放，亦都帶嚟咗風險。一旦保護措施出現漏洞，呢啲作品便可能同時遭受損害，例如火災或者水災等災害。此外，有啲人為咗防止作品落入敵手，甚至採取極端手段。梁元帝便因私欲喺戰爭失敗後，為避免自己收藏嘅王羲之作品被敵人奪走，竟將大量作品付之一炬。今日仲有部分收藏家將王羲之嘅作品作為陪葬品，隨住墳墓環境惡劣及盜墓行為，呢一啲作品亦都因此流失於世。基於以上種種原因，現今我哋已無法揾到一幅能確定出自王羲之親手嘅真迹，實在令人惋惜。更令筆者驚訝嘅係，過去一路以為喺博物館、網路甚至書籍當睇到嘅王羲之作品，竟多為後人臨摹之作。換言之，幾乎都係假貨。筆者第二個想同大家分享嘅故事，係關於王昭君出塞同親嘅傳奇。話說漢朝元帝年間，年輕嘅王昭君入宮成為宮女。某年，匈奴單于嚟到漢朝皇宮，希望同漢元帝嘅女兒結親，以加強兩國關係，實現互不侵犯嘅和平協議。作為漢朝皇帝，漢元帝自然唔願將親生女嫁俾外族，於是佢想出一個妙計，派一位宮女冒充公主嫁俾匈奴單于。當時王昭君自告奮勇，表示願意為國家犧牲，成為同親使者。漢元帝認為佢不過係宮女，且曾睇過佢嘅畫像，覺得佢並不美麗，加上當時冇其他合適人選，就便同意將王昭君嫁俾單于。臨行前，漢元帝依禮親自接見王昭君，卻驚訝地發現佢非但不醜，反而係絕世美人，根本應該成為皇后，而非遠嫁匈奴。漢元帝對單于話：我仲有其他更美麗嘅女，不如我換一位更美麗嘅女俾你為妻。單于當然唔答應啦。當時邊疆女遭外族侵犯，漢元帝別無選擇，只能眼掹掹睇住呢位絕代佳人離去。事後，漢元帝怒不可遏，決心查明錯失王昭君嘅原因。佢翻起曾睇過王昭君嘅畫像，便召來畫師毛延壽調查。結果發現，毛延壽喺為宮女繪像嘅時候，習慣收取賄賂，將賄賂者畫得美麗動人。王昭君性格啱直，不願賄賂畫師，因此毛延壽心生怨恨，故意將佢畫得醜陋，導致漢元帝誤以為佢不美，未予重視。正因如此，漢元帝失去咗一位絕世美人，佢怒火中燒，將毛延壽處死，卻無法挽回王昭君遠嫁匈奴嘅命運。呢段故事亦都成為歷史上著名嘅昭君出塞傳說，流傳至今。從兩個真實嘅故事出發，筆者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觀點。咁我哋平日以為所見即真實，卻未必如此。博物館中標榜為王羲之嘅書法作品，實際上王羲之嘅真迹早已失傳。又如漢元帝曾相信當時著名畫家毛延壽所繪嘅王昭君畫像能真實反映佢嘅容貌，結果卻大相邽庭。呢兩個真實案例提醒我哋，日常生活中接觸嘅事物有幾多係真實嘅，又有幾多係虛假嘅，值得我哋深思。
舉例嚟講，新聞報道嘅內容係咪一定正確無誤啊？細個老師鼓勵我哋多讀報紙，了解時事，但係長大後，我哋發現唔同報紙往往持有唔同立場，同一事件經由唔同記者嘅表述，可能得出截然唔同嘅結論。再睇商家銷售嘅產品，常利用醫學級、有機、環保、健康等字眼包裝，讓消費者更有信心，心甘情願掏錢購買。筆者有一個親身經歷嘅例子，一位朋友某天喺街上面遇到推銷員，對方表示能到佢屋企示範食水過濾器，令家中飲用水更乾淨。朋友竟然同意邀請推銷員上門，最後花咗約2萬蚊購買該濾水器。當佢向我哋分享時候，其他朋友都認為佢被呃咗，因為一個濾水器點會值2萬蚊？但係呢位朋友卻不以為意，認為推銷員嘅講法十分合理。推銷員強調該產品係醫學級，甚至醫院都採用，並且健康比乜嘢都重要。朋友對此深信不疑，認為購買非常值得。當然，筆者認為呢個係當局者迷嘅典型現象。心理學中嘅認知失調理論可以解釋，當我哋做出某個決定之後，大腦為咗俾自己心安理得，會自動編織合理化嘅故事。咁決定睇起上嚟正當合理，反觀旁人冇呢種認知失調，能以更理性嘅角度看待，因而產生截然不同嘅睇法。坦白講，僅憑一次家居示範，朋友點能確定推銷員對產品嘅描述冇誇大？推銷員所稱嘅醫學級又有幾多查證？大家切勿以為呢只係個別事件，認為自己聰明絕頂，唔會犯同樣錯誤。事實上，我哋每日生活喺呢個世界，人哋為達目的會使出渾身解數，呈現俾我哋嘅往往係最光鮮亮麗嘅一面，實情卻不為人知。此外，我哋作決定嘅時間往往非常之有限，根本無法充分搜集同分析資料，容易衝動行事。接收資訊亦都係如此，例如短短5分鐘嘅新聞報導涵蓋大量內容，我哋只能被動接受記者傳遞嘅信息，無暇深入分析。久而久之，我哋成咗資訊嘅收集器，照單全收，缺乏批判思考。呢啲新聞內容同觀點潛移默化咁影響我哋嘅思維，逐漸引導我哋迷失自我。總結而言，面對資訊爆炸嘅時代，我哋更應保持警覺，培養批判思考能力，不輕易接受表面現象，先至能睇清真相，做出明智嘅判斷。事實上，喺職場上，老闆常常會向我哋描繪工作嘅美好前景，告俾我哋聽，只要努力付出，必定能夠擁有光明嘅未來。佢哋甚至會喺年終評估嗰陣，清楚說明我哋未來嘅職業發展方向。然而，大家係咪注意到，好多時候上司年復一年地為我哋規劃人生，卻往往以失望收場。舉例嚟講，老闆每年都話只要繼續努力就能升職，但升職往往只係口號，職位多年嚟未見變動，薪資亦都未必有所增加。呢一種透過包裝美化未來職涯嘅做法，俾我哋對前途產生虛假嘅期待，同無言受向漢元帝獻上不實嘅王昭君畫像有何不同？上司嘅虛假承諾，逐漸消磨咗我哋尋找新工作嘅動力，俾我哋為公司奉獻青春，卻最終無法獲得理想嘅回報。要俾自己睇得真切，必須從多角度思考，盡量從不同視野審視事件，甚至透過實驗方法進行驗證，確保所接收嘅資訊同事實相符，拒絕單方面接受信息，應主動查證內容。例如，漢元帝唔應僅憑畫作判斷，而應多次親自巡視後宮，相信自己嘅眼睛，而非完全依賴畫家嘅技藝。咁就便能大幅降低被誤導嘅風險。對所見事物保持適度懷疑，有助有效減少認知失調嘅發生。認知失調往往係喺我哋做出決定之後，為咗合理化而讓大腦編織故事。若本身對事情抱持懷疑態度，就唔會輕易做出草率決定，所做嘅判斷亦都會更加細緻且客觀。總結嚟講，隨住科技日新月異，我哋正處於一個真假難辨嘅時代。AI 技術能創造出幾乎無法以肉眼分辨真假嘅照片同影片，因此我哋更需具備智慧去辨別真偽，否則只會俾他人牽住鼻子走，好似風箏咁被拉扯失去自我。各位好運嘅係，你已閱讀此文，聆聽筆者嘅分享，想必對日常所見嘅資訊真假已有所懷疑，至少明白呢啲資訊唔一定全然正確。只要多加培養批判性思考，並透過時間同經驗累積辨別真假嘅能力，必將逐漸提升，成為一位明智嘅決策者。不妨再細讀一遍本文，或許會有新嘅啟發。